后来继续来关心，在伫台中甲苗栗的乡亲，为4月初6开始就要来限水了，送水5天，停水2天。这是引来着在野党立委的质疑，为什么袂当送水4天，停水1天呢？经济部长王美花讲，若是敢若停1天，无法度达到15%省水的效能。 另外，有关这个海草礁的争议，大部分拢是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出面来沟通，嘛方质疑讲安尼食过界咯。王美花讲，迄是因为这陈吉仲甲环保团体关系较好。看哦，中兴大学。 参加海草礁沟通平台座谈会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到闹讲甜，不过保护海草礁公道对应的主管机关明明是经济部，现在大部分是陈吉仲出面咧瞧，防质疑经济部闪责任。吉仲因为一直是跟环团的朋友有很好的这个关系啦。事实上，昨天我们文生次长也有参加所以并不是说只有吉仲，经济部一定是执行单位也会来跟大家 做沟通。另外一方面，经济部会在4月初公布离岸风电区开发方案，不过后面官员呼吁台湾的离岸风电规则无应该和 WTO 贸易规则无同，各选法要求嘛无应该受过官僚化。 遴选的部分呢，相关的产业关联性呢，都有开过70场左右的说明会，我们不认为有违反 WTO 的规定。不过，即马全台湾水情就安定，4月初6开始，台中苗栗的民生用水强5停2分区送水，立委骂到无力，现在袂当强势停1。如果只有停1其实没有办法达到这个停15%的这样的一个节水效率，区域都是比较大。 它如果管末端的话，你如果分2次来停的话，事实上那个停了再回来，其实停的时间反而会更长。王美花强调，分区送水进前就和地方政府沟通说明，中部卖说紧急海水淡化厂，希望5月中得当顺利供水。